中国最近是出现一款人类间质肺炎病毒，的案例是一直在增加，而且这款病症状是甲感冒真相像，这囡仔、一岁人，也有免疫力较歹的人，就较容易患着。原来是日本是流感当咧大流行，一礼拜就317000例破历史纪录，甚至佫出现这药效无够用的状况。 今日有部分民众开始挂嘴暗，中国北部最近为着 HMPV 人流间质肺炎病毒的病例继续增加，引发外界烦恼，是毋是像过去新冠病毒同款造成大流行？不过 WHO 世卫组织的官员表示，这款病毒被称作新的疾病威胁。 The case mortality rate is very, very low. It is not a new virus. It was first identified in 2001. It's been in the human population for a long time. It is a common virus that circulates in winter and spring. It usually causes respiratory symptoms similar to the common cold. WHO 发言人赫里斯珀斯表示，这款疾病是透过家属拍卡枪，还有接触传染，潜伏期一般伫个3天到6天。而中国通报的案例数量伫 WHO 预估的正常范围内底，暂时中国病院的使用率比去年同期更较低。嘛无发布紧急声明，显示佫伫个会当控制范围内底。 要参加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的固定大学教授普拉德爵士认为 ，HMPV 的威胁比流感更较细。 In general, for most people, it causes a much milder illness as a cold. But for some people, the severity can be just the same as with RSV or with flu. 普拉德爵士教授表示 ，HMPV 已经传播数十冬，大众已经对这款病毒有一定程度的保护力。这款疾病的症头亲像感冒、流感，大部分是14岁以下高龄人士，还有免疫较歹的人，较高患着会加重肺部的病症。暂时连高龄人口较侪印度嘛出现2例病例。印度卫生官员表示，无需要因此惊吓。除了 HMPV， 日本是出现流感大流行。厚生劳动省统计，12月底1礼拜以来患者数量达到317000例。 并因每一间医疗机构的患者超过64个人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国内部分地区的院所，佫出现治疗物品无够的问题。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耀。